迎接一年一度的感恩节，天下南隅嘛是阮天下大饭店。今年特别结合全美喜宴，邀请莅临甲成功国小的弱势学生来做伙用餐。会中除了这机会，甲大家生产的礼仪，鼓舞学生行行出状元，也邀请百年传承的小店头家，甲大家分享当地文化历史。互学生难得食一顿青草，有学生对家己成长环境有进一步认识，知影通感恩回馈。我这辈子好像没来过饭店，然后就是这是第一次来，其实也算是有点紧张。你觉得他们餐点怎么样？吃的怎么样？很好吃，感受就是很开心啊，很好吃。特别要感谢谁？感谢家人，还有厨师。天下饭店在这个角落，在紧邻成功国小还有丽园国小的这个角落，已经经营了35年的时间。那我们想的取之社会，用之社会。那在我们的能够做得到的范围里面的话，拨出一点的经费来执行这样的活动，然后让相关的小朋友，学校这里来推荐的小朋友能够来。有一次特别的用餐体验，特别是在感恩节的这个时刻，我想说能够分享美味的餐点，还有这个特别的喜悦，是一件很值得的美好的事情。那戏院这边刚好今年70周年，孕育了一些艺术家这种平台，那小朋友有空也可以来看看电影然后激发那想象力。其实不是只有这个地方，有全世界的 know how， 在电影里面都可以看到很多的知识。因为天下南隅是北区公所厝边老牌子的优质商务饭店，所以区长嘛特别早来小台灯，要送给学生，向前点燃因未来光明。那会送小朋友小台灯，那一方面也是勉励他们在学业上面当然有所进步，那二方面也希望借由这个节能的小台灯，一方面节省电力，那二方面也点亮他们的未来，那也期许我们这些小朋友在未来的学业上面都能够有所进步。饭店伫感恩节举办关怀弱势活动已经迈入第4档，今年持续结合周边的资源来扩大感恩节的效益，有小朋友对细汉就知影吃果子、拜树头的观念。等新闻，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。